接下来这题准备的时间有1分钟，回答时间有2分钟。准备的时间虽然比前一题长，但回答的时间也变长了。回答时间变长的意思是要回答更多的内容，而不是回答时间给你2分钟，你讲不到1分钟就结束。早点休息的意思不是哦，这样会拿不到高分哦。那么这一类的题目要怎么应对呢？第一，要先了解问题的意思，再来提出自我的想法、观点，然后还要说明你的想法是基于什么原因，如何去做，最后再归纳、强调，做出结论。我们用一个题目来练习一下。在听我的答案前，建议收看影片的你们也可以按前面的方式说说看你的答案哦。我们现在试着回答：一、了解问题的意思，也就是这个问题到底要我们回答什么样子的内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如果今天针对这个问题，我们会这样子试着回答。现推介社会手机儿真普遍，就在讲是人手日记，手机儿大部分大家当到介离片，不管是打电话联络事情，也是讲上网看资料、搞遊戲、聽音樂、傳賴、看面書、聽鈔票、賣東西。真正是當好嘅工具。二、提出观点看法，了解了问题之后，要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你具体的体验以及具体的看法。好，我们会这样子试着来回答。首日愛遲到家長本成人嘅手機嘅使用係做得接受嘅。重要嘅係做唔得持有本成人嘅手機嘅天天，一天限為教成人嘅正確使用手機嘅嘅方法。三、解釋一下我剛剛提出觀點是基於什麼原因或做法。也就是說，當我提出觀點的時候，我背後到底有什麼考量呢？我會怎麼樣子去執行呢？比如講使用手機嘅時間，一天我要節制，我搞遊戲也做唔得搞到唔記得，一天我遵守約定，咁樣就唔會影響功課。出門在外也要記得用手機保平安，唔好本也愛修理。做得聽音樂放鬆心情，不過也做唔得搞到繞熱無熱，也係講影響到朋友。四、結論我們可以說，結論其實就是總結前文，然後最後總結這個題目。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試着這樣說：家長本成人嘅手機本成人嘅聽得到書台，也本成人嘅學習自信素養，也係當好嘅。此外，身體好規矩，還個徹底執行，影響功課嘅長途就唔太累。以上就是口語表達第二種題型的應答策略回答內容。在了解怎麼應答的策略後，還有一個小題型。內容地圖會使用漢語詞彙也都越好哦。像是剛剛提到的，做得講，唔管係，也係，做唔得，天天，限愛。成人嘅，比如講，講唔會，容易冇人，等等這些詞彙，總之要記得盡量多用客家詞語，內容就會有客家味了哦。